呢部 BMW S1 出現故障之後揾到我哋，檢查發現係3個零件老化，9成9車友都會忽略嘅問題。一、緊急電話電池，有冇諗過 SOS 系統嘅後備電池會過期？呢部 S1 嘅電池已用超過5年。二、引擎避震膠，避震膠到期會點？比如過減速囉囉聲，啟動發動機時出現震動，入 D 波時非常震。三、迫力皮，迫力皮一主燈代表要即刻要換，如果等到迫力皮磨盡，隨時雙剎車碟換碟貴3倍都有。如果你的 X1 都有以下症狀，注 SOS 警告燈，行車異響越來越密，入波有異響，剎車腳感變軟有雜聲，最好立即 PM 我哋預約檢查。